Shows Tip and Know， 大家好啊，我係 Kiwi， 歡迎嚟到 Check 真啲。喺1978年嘅12月18號咧，11屆嘅三中全會就拍板咗改革開放。點知喺47年後嘅同月同日，海南自貿港將會全島封關啦。兩個日子咁啱重合咗喎，唔通就係冥冥之中嘅安排？海南呢一塊試驗田咧，真係大件事嚟㗎，要咧諗計仔點樣引班外國財主入嚟。當好多新嘅政策落到嚟嘅時候，點樣把握機會同埋轉折，將呢個島嘅未來去賭一賭啊！創新成個海南島嘅機制建設，特別係醫院啊同埋傳媒呢啲咁樣嘅敏感地帶啦，真係要好小心咁樣摸住石頭嚟去過河㗎，去打造島希望、島創新、島未來，而且仲要保證到國家安全、社會穩定同埋文化傳承嘅。咁先講下作為島希望嘅醫療領域啦，海南博鰲落成國際醫療旅遊先行區，呢個醫療特區就真係夠晒盞鬼啦！博鰲落成簡直變成咗成個國際藥房超市咁，同20個國家嘅藥廠咧就拍住上，引入咗470幾隻國內冇見過嘅特效藥，已經救咗成10幾萬個病人㗎啦！以前想食進口藥啊，等審批等到蚊都瞓啦，依家呢度直接現貨發售，仲快過美團送藥啊！最感動嘅咧，應該就係嗰一班罕見病人啦。以前可能冇經濟能力可以出國享受到進口藥啦，就好似我唔係藥神嘅經典台詞話齋啦，有病冇藥係天災，但係有藥買唔起就係人禍啦。而家就方便好多噶啦，落海南就得啦。而且咧，外資醫院而家都可以做大股東噶啦。以前就話有持股比例嘅限制，話外資唔可以話事啫。人哋而家帶住啲錢同埋技術過到嚟，仲要教識我哋點樣去做升級服務。啲本地醫院搖身一變成咗國際醫院，填補咗海南高端醫療嘅空白，滿足大家嘅唔同需求，仲可以提升成個行業嘅水平添。呢鋪海南真係醒目啦！醫療開放俾佢玩到出神入化咁啊！講到島創新傳媒呢一範啦，海南今次都夠晒踩界咯。以前咧文化呢啲嘢實俾人及到實噶嘛，而家喺自貿港嘅政策之下，居然可以玩出微短劇出海，仲要搞到風生水起添。零水視班友仔咧就至叻噶啦，發明咗個叫做短劇加旅遊嘅新玩法，拍啲1分鐘嘅劇情片，順便 sell 下海南嘅陽光同埋海灘。等班外國佬咧睇到心思思咁，呢招軟性宣傳啊，真係高喎！文化輸出都可以搞得咁鬼馬嘅。而家成個影視嘅產業鏈啊，都搬咗過去海南啦。啲後生仔女唔需要再北漂啦，做編劇啊、拍片啊、翻譯嘅都好啦，通通可以留翻喺海南開工，仲可以咧同班外國團隊一齊 teamwork。以前傳媒行業實俾人話敏感地帶嘅，而家咧海南就證明俾我哋睇，只要監管得好，文化開放一樣可以玩得轉㗎。仲有作為島未來嘅金融方面，都係大茶飯嚟㗎。海南自由貿易港跨境資產管理試點業務實施細則就出台咗㗎啦，開咗一條100億嘅水路，俾啲外資可以入到入嚟啊！等佢哋可以買到我哋嘅理財產品，就好似開咗個 VIP 通道咁啊！仲有個咧叫做多功能自由貿易帳戶，跨境轉數仲快過支付寶。以前咧啲外資要調錢過嚟，手續就搞到暈啦，而家就簡單好多㗎啦，好似微信轉帳咁㗎咋。班企業財務咧都終於可以實現到一帳通全球啦，資金周轉唔使再咁頭痕㗎啦。呢啲金融基建完善之後啊，醫院同埋啲傳媒公司要搞設備、搞研發就唔使再等錢使啦。外資可以光明正大咁入嚟投資，我哋又可以安安樂樂咁樣收錢，真係雙贏嘅局面啦。講到底，海南自貿港嘅核心試驗係點樣讓國際資本從觀望者變成參與者，從博鰲落成嘅藥械通關模式，再到文化傳媒嘅跨境協作機制，最後到金融領域嘅規則對接，本質上都係喺度創新搭建一套既能夠融入全球產業鏈，又可以符合中國國情嘅制度體系。海南今朝試新招，睇嚟呢個自貿港第日都仲有大把搞作啊！等我哋拭目以待啦。好，今日先傾到呢度啦，再見。